在这学校发现一名很厚的后卫啊！小头，后卫拍下拉回，这一个，真的是学校最壮的。节奏太好了吧！你多重？300斤。我现在感觉我压力很大，真好稳啊！再打一个点。被打，往边投篮。下回拿回。来，被打。被打。赢好了我们6比0。好，正好。卫生组。回3分钱，拉回。3分来啦！来3分。